世界第2大郵輪維港撞小輪，讀者嘅影片可以清楚聽到重4萬幾噸嘅 Seven Seas Voyager 前日眼見就快撞向前面嘅天星小輪不斷響號，可惜小輪避唔切，船尾被撞。突然間佢哋發現咧嗰個郵輪咧就喺佢近右嗰個船尾嗰度咧就追上嚟，同佢有嗰個碰撞危險。咁佢發現到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即刻加速咁啊向左轉，咁啊作出避讓。但係點知嚟講咧，就嗰隻郵輪咧直懟埋嚟咧，就撞到佢嗰個船尾嗰個支桅就撞斷咗咯。咁啊當中成個過程裏邊冇船員冇乘客受傷。佢話當時小輪有85個乘客，公司已經向海事處同運輸處報告，小輪入廠緊急維修，海事處正展開調查。撞小輪嘅全球第2大6星級郵輪，有賭場同戲院，可以載客700人，由香港去越南每位收費27,000元。